所以白天给我买三明治、送咖啡、帮我打车的都是你。没错。所以你就是搬到我隔壁的新邻居。嗯。可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搬过来？因为进水楼台。进哪儿啊？医院。怎么可能是医院？就是说你呀，你一会儿少说两句啊。严肃，严肃，少吃点。我严肃，我严肃。交给我，少说两句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谢谢。所以，这就是你送惊吓的原因？惊吓？这可是我特意准备的巧克力。哦，礼物就礼物，直接送不就好了？干嘛非搞得像跟踪狂一样？那个便利贴，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多巴胺分子式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，当人脑内分泌多巴胺的时候，就代表他开心和兴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很高兴成为你的邻居。下次有话请直说，不要打哑谜。这个汤也太好喝了吧，温医生，你这手艺真的是太好了。是想以后成为一个居家型理想男友吗？嗯，可以考虑。哎，那你什么星座的呀？这么浪漫，双鱼？天蝎。天蝎，珍爱生命，远离天怒。不，哎，天蝎挺好的，既稳重又有想法。你上升是什么呀？你查户口呢？我问问怎么了？哎，你爸妈催婚了？你对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啊？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我不想回，我还喝了。我看你不但吃饱，而且很撑。本来想带给你的，拿好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自己。谢谢，温医生实在是太客气了。真是服了你，又吃又拿的。温医生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理工直男的审美，但手艺还是不错的哦。还行吧。虽然他这个人表达方式有些奇怪，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把你放在心上的哦。别瞎说。说认真的呢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是个好医生，也是个好人。那你们俩有没有这个的可能啊？什么的可能？你手抽筋了吧？别装傻呀，当然是在一起的可能啦。果然，吃人的嘴软。我认真的，什么多巴胺呀，什么成为邻居很开心呀，我看他分明就是在借机会跟你表白。爱情的味道。你歇歇吧，我们才认识多久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